来看台湾，这今年的元宵节呢，台南咸水的蜂仔炮是隆重声超过60万人来参加，来感受到这炮仔的威力。这活动呢是有36个人受伤，加在是拢无介严重。不过嘛，因为这现场呢人是真多，AA定定煞来起冲突。警方是表示讲有接到2件通报，目前已经将这了代志的人带回去侦办。 警察甲民众真做伙，场面乱吵吵。元宵暝，台南咸水蜂仔炮放甲乒乒叫，声济济民众来感受蜂仔炮的威力。希望人吵，会当带动活动的气氛，不只个大家客来客去，也较够造成纠纷。昨暗有一阵少年人因为人客人去冤家造成冲突。远警随到现场压制，无互冲突变大。警方表示，包括食酒去冤家甲人客人引起的相拍，拢总接到2件通报。路尾闹代志的人，全部拢互带回派出所依法侦办。昨日盐水蜂炮民俗活动，民众酒后发生口角及推挤等2起事件，本分局既以现场优势警力迅速压制滋事民众。 将相关人员查缉到案，依法侦办。收叫的蜂仔炮配上5规10色的高空烟火，连续2天的咸水蜂仔炮，隆重声超过60万人来体验。警方除了爱维持交通治安以外，也爱注意民众的安全。根据台南市民政局的统计，今年的活动拢总有36个人受伤，其中有30人是去互蜂仔炮弹着伤的。所以很多是意外被射到，然后头部、手部在外面没有暴露、比较没有保护的地方，都容易被攻击到、被炸到的部分。 病院表示，受伤的民众拢是轻伤，简单治疗就会当离开。警方表示，咸水蜂仔炮是国际著名的文化活动，成就绕境是要祈求平安。民众参加活动，除了爱甲装备穿古色，嘛爱心平气和，才别受伤，搁拍歹心情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族、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。